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日公视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关心北陆风台快速通过台湾，气象局一定伫昨暗11点半解除台湾本岛的陆上风台警报。另外，今仔日停班停课的县市有金门县、屏东春里乡树本村以及高雄六股、华东地区的部分乡镇。树顶转火车，随大火烧起来，佫发生爆炸。北陆风台来啊，强风将即丛花莲路上扫倒，缀着高压电线，造成大火烧起来。现场是赶紧由风速线。到暗时时阵，虽然讲风雨有较细，啊，毋过雨路侪人济，路了也是真强。花莲富里乡东的火车头积水爆有90公分悬。啊，毋过北路是行真紧，昨下晡1点为屏东完州定着，风台中心4点半对高雄南子附近出海。气象局伫昨暗暗时12点半已经解除台湾本岛陆上风台警报。台湾本岛已经脱离它的暴风圈，不过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其实在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的一个现象，还包含东部这里。气象局提醒，今早起南部甲华东也是落雨。按到今日透早5点半，全台落雨量前5名拢伫华东地区，累积雨量拢超过500毫米。其中上悬的是台东金针山，累积雨量有638毫米。按华莲60石山嘛有613毫米。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北陆风台到昨暗时10点，全台拢总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这里3454个人，在万外火停电，台电搁地抢修，土石楼黄色警戒区有536个。记者综合报道。北陆风台登陆台湾，现在强度嘛减弱，目前中心伫金门的西南风海面，继续往西北西来刷震动。气象局伫8点半解除金门陆上警报，接下来看气象局上新的北陆风台报道。台风白鹿的中心在7点左右进入福建省以后，气象局解除了在8点半的时候解除了金门的陆上台风警报，也预估随着台风离开，我们在11点半的时候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虽然目前我们的海面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但是随着它向西移动，今天开始我们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提醒大家，目前在金门、澎湖，甚至基隆北海岸还是有9级的强阵风，在整个东半部地区有7到8级的强阵风，南部地区也还有6级的强阵风。台风离开以后，强阵风状况会慢慢舒缓，但是今天沿海地区以及金门、澎湖仍然还是有比较强的阵风。我们也预估今天在台湾附近的海域也会有长浪的现象，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如果从事海面或海边的活动，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至于在天气方面，我们来从雷达回波看一下。现在可以看到台风环流已经向西移，我们开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目前的降雨已经比清晨时候来的缓和一些，但是不论是外围环流或是中午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对流云系，一进的话就会稍微比较大的雨势啊。所以气象局持续发布今天的豪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在台东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另外在花东地区。花莲啊、台东平地，以及台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金门、澎湖，还是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来看到受到风台影响，花莲伫昨下晡风雨变大，雨势集中伫富里山区，有民众去60石山看花，落山拄到土石流绑起，3台车拢总14个人受困，消防队入山救人，平安将人车撤离。另外，花莲有89条土石流已经发布黄色警戒，伫花莲丰滨乡的居民嘛来进行预防性的撤离。
花莲金江花海大雨一直落，有网民众唔惊风雨上山来看花，落山时拄到土石，道路放弃受到阻碍，总共有3台车14个人掉伫遐。由于消防分队上山来抢救，只要甲14个人平安脱离，加在无人受伤。调到3台车也出动吊车再落山，下晡也封路禁止游客来上山。到山上到民宿路要在那边午餐啊。哦，本来是要在民宿那边。对，他都叫我们换下。雨雨来个情景，阁落真大，桥里大桥下骹的溪水拢涨起来。北路风台带来好大雨，拜六全台累积雨量上悬是伫咧花莲富里，超过400毫米。下晡4点，水利署对富里发布1级的淹水警戒，伫花莲大桥的水是逼近警戒线者。嘉明带的水位有高涨哦，我们秀姑兰溪小组啊现在已经进驻到这里，对这一个水位进行严密的监控当中。富里大高线300公里的所在，水沟的水一直流出来，边仔的田内灌溉水也拢淹到大马路，四界拢淹水。花莲有98条土石流的暂时溪流发布黄色警戒，丰滨乡位在土石流警戒区。早起有真侪阿兵哥进驻丰滨乡协助村民有方向来撤离。车子就来了，我们就撤军这样子，就这样子到这边来。所以村里面有什么灾情？就是河里是水很大。离后种药的人真无闲，赶紧分装来加工这个文旦，为中秋来做准备。那如果现在去采文旦叶的话，那会破坏它这个表皮的油包，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好天气的时候。风台也伫花莲造成1028户大停电，台电人员赶紧来抢修，台北线泰鲁阁入口的所在封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报纸有发生啥物大代志？美国公共卫生部官员8月23宣布，伊利诺州有一位食电子烟的病患，食电子烟的时间无久，但是罹患严重无法度解决的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嘛是美国头一个因为食电子烟死亡的案例。联合报桃园一位主姓货车司机，昨透早啉酒开车，车辆失控，撞到路边的环保志工队甲路人，造成3死3伤的悲剧。其中一位死者的查某囝表示，家己嘛捌被啉酒开车的驾驶弄过，当时爸爸选择原谅对方，想袂到现在却因为有人无遵守规定，啉酒开车，互爸爸失去性命。《红果日报》宜兰县有一位8岁查甫囡仔，曾经甲妈妈约定要去爬玉山，不过妈妈伫2年前过身。这位查甫囡仔为着完成甲妈妈约束，用年外的时间甲爸爸练习爬山，日前嘛成功拍到妈妈的相片登玉山。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运动，由市民发起的集会游行，昨来到关堂。原本和平的游行，因为示威者伫伟业街行车线来占位，大批防暴的警察进驻，示威者用路障来砸路，向警署弹物件。警方展开驱离行动，发生警民冲突，造成至少7个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是受重伤。数量相对成员伫5大sen广场发射真侪号召性子，因为伫暗时示威者钻进5大sen广场，并包围警方宿舍。香港警察伫9点半用强势武力清场，示威者最后是坐电梯离开。咁所以咧，今日港鐵啦喺香港反送中运動拜六中到12點，關東站鐵門就要關起了，部分嘅市民甲遊行民眾甲地鐵站嘅員工在議論。港鐵拜六早起才宣布，彩青到吊景嶺站暫停服務，引發配合警方打遊行和平。集會遊行下晡1點半開始，示威者穿烏衫掛水岸，行向海濱道。嗰啲警察好似喺度講大話。除了資本嘅反送中5大訴求，關東遊行佮加入戶內地會頂，可能會提來監控。就喺遊行終點邊啊，偉業街行車道附近嘅牛頭角警署派出防暴警察。甲加20公尺遠嘅示威者對立，將地會頂嘅燈箱拆掉，示威者用竹仔甲鐵欄做路障，冇人向警署帶物件。佇警署邊噴油漆，對立到下晡4點半，雙方爆發衝突。
恐怖警察行向头前发射催泪弹，示威者行向原本的集会终点连团天地。暗过是示威者为悬的所在等物件。过程中有一个示威者，敢若是捡树林枪支，拍到多边目睭，是反送中运动第3个目睭受伤的示威者。数量相对成员对商场开枪，因为示威者退到九龙湾3的这个商场，立法会议员柯志峰先出面调停，强调内底有真侪人伫设计，而且无任何冲击行为。暗过警方最后也是开枪，将示威者赶走。香港医管局证实，拜六示威尚无造成7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是重伤。修订多番条例影响各地团，特首林郑月娥昨早起头一摆邀请各界人士讨论对外平台会议。暗过面定在内真侪示威者伫礼宾府正门口示威，较无5分钟就向赶走了。运邦局政局长认为，港府若将正式撤回修例，尚无互人感觉政府有在听。无香港学者指出，平台对消息民意有帮助，暗过行出这2个月以来的难关，关键还是政府愿意回应合理诉求。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2020年的总统大选，伫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共台了后，最新消息是风声讲已经超好势，郭台铭选总统，王金平做竞选总部主委，郭文哲是竞选总干事。不过，这个传言无被证实。另外，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上新总统大选民调，蔡英文以52.1%的支持度赢韩国瑜，就算是郭文哲嘛来选，蔡英文民调犹原是领先。2020总统大选，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上新民调报告，总统蔡英文甲高雄市长韩国瑜1对1对决，蔡英文以52.1%支持度胜过韩国瑜的34.7%。若讲郭文哲加入政局，蔡英文犹原以41.3%支持度赢过韩国2个人。2020大选关键变数，郭郭王吉平团主3个人已经讲好分工合作。郭台铭参选，王金平担任竞选总部主委，郭文哲是竞选总干事。对此，郭文哲讲：“我较适合担任批评者的角色。”王金平强调，一切也讲了伤早。需要3边多边来谈，对不对？如果有这个目标的话，当然就是要多边一起谈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多边的情况出现。其实找个时间还是可以谈一谈。我发现他们幕僚的联络比我们这些长官的联络好太多了。过半幕僚表示，会找机会和3个人见面好好讲。想要进军2020，郭郭王一定爱找更较侪政党朋友。前台南县长苏焕智24号创立台湾维新党，郭郭2人分别上上回拿。过半幕僚蔡庆儒也个亲自到场祝贺。候选人也都有这个改革理念，我们当然也都是乐见的。那目前我们看起来，郭董在这方面的确是比较跟我们在推动的大方向是比较一致的了。所以跟蔡总统比起来的话，您会比较支持郭董？不过我们是小咖，有那么重要吗？理念一致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合作，因为大家都希望台湾越来越好嘛。我刚刚提到说，这股正向力量需要汇集起来。郭台铭定赢9倍个9力，4国寻求合作空间，为家己累积政治能量。2020总统大选，郭台铭竞争大位渐渐明显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美中贸易战继续恶化，中国8月23日强宣布要对750亿美金的商品增加5%到10%的关税。美国总统马上回应，将要全面调起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又搁要求美国企业刷出中国，甚至讲习近平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国务院关税税收委员会23暗时雄雄宣布，会分2轮对美国750亿美金5078项产品加扣5%到10%关税，分别对9月1号到12月15号开始实施。美国总统川普也随即发出推文宣布，原定10月1号开始对中国进口的2500亿美金商品加产品25%关税会起到30%。另外，对9月1号起，来自中国所出的3000亿美金商品加产品关税会对10%起到15%。中美互相出动拳，互全球经济面临真悬的无确定性。美国道琼工业指数23大落超过623点，
脸书、亚马逊、苹果、Google 估計也全面落來。What's Trump going to do next? And that creates some fear and uncertainty in people's minds as to what he's going to say. So that's what's driven it. This means companies like Apple. Apple's off pretty significantly today. They not only sell a lot of iPhones and other products there, they rely on Chinese goods. They make goods there. So if things get even wor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or trade, a lot of companies like Apple are going to suffer. 中國這擺會擊包括5078個稅目，其中大豆、汽車、石油這重要產業攏包含在內。這產業攏是川普的大票倉。川普23更加發出真濟推文，批評多年來中國甲真濟其他國家一直在貿易上利用美國，包含詆毀財產權的盜竊這問題，讓美國每年對中國損失幾千億美金。這擺更加是出自政治的目的。The U.S. Has been a huge export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rm goods to China, soybeans, things like that. That has dropped off hugely. That's caused a lot of pain here in the U.S. Among farmers who are facing a lot of difficulty. 川普顺续也指责联准会主席鲍尔拢无作为，甚至质疑美国上大敌人到底是鲍尔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甚至要求美国企業退出中國，另外找其他出路。華盛頓郵報講，川普批評習近平個人，顯示川普政府對中國的對抗政策轉向更加強硬。而中美貿易代表原定下禮拜會在華盛頓的會面，也可能會有變化。記者綜合報道。囡仔人也是帶着桃園市政這種鏡頭，是因為辦成神經異常。台灣桃園市政協會特別舉辦佚佗卡比賽，透過佚佗卡會當來改善鏡頭。阮小弟弟今年11歲，伊讀幼稚園大班的時陣，因為喙定定無感覺被開，去醫生確診得到桃類氏症。後來佇醫師的建議，讓伊學游泳、拍球等運動，逐工運動1、2點鐘，即賣鏡頭改善真濟。經由運動，像騎獨輪車啊，讓他整個狀況改善非常多。他現在幾乎，如果不特別講，人家其實不會發現他有這些症狀。醫師表示，所謂的桃類氏症，又個叫做抽動症，是一種兒童慢性神經異常的疾病，較會佇18歲以下兒童發作，因會無感覺的抽動、黏目睭，也是發出清腦後的聲音。查甫病的數比查某加出5倍，也比外界5歲極是作業。實際上，多數囡仔只要加倍運動量，像訓練騎獨輪車，還是7點半，唔但會當找回桃類兒的自信心，也會當讓因讀冊考試更加專心。每個小孩都很寶貝嘛，那爬的時候家長都覺得我在地上拉蛇啊，很難看啊，那個階段沒有好好訓練到，所以他們的協調系統從小到大可能有一點問題。醫師強調，原有規條7點半有真濟好處，包括品格教養、紀律訓練、神經協調等，看起來親像平凡的假書，也有教育過路的效果，無定着也會當改變桃類兒一生。記者綜合報道。為佇嘉義的阮劇團，16年前由團長龔兆謙加一群嘉義戲劇、讀戲劇科的人佇故鄉創立，嘛是嘉義頭一個正式立案的現代劇團。今日下晡5點搬去人生，邀請大家來看因的故事。嘉義的阮劇團台語劇就是因的招牌，因關心台灣在地文化，結合台灣風土民情和社會現象來做台灣人的戲。過去啊，阮不管是嘉義莎士比亞，還是講你莫里亞，這算英國的、法國的作品嘛。這道算是阮第一道，因為我感覺咱的迄個創作的吼，寫劇本的迄個底氣較飽，所以阮決定講，要來開始面對咱家己的台灣的物件。文化邊緣無分都市，也是莊卡。阮劇團佇咧嘉義世界進行小地方演出計劃，要互更較濟偏鄉的囡仔會當接觸藝術表演，開闊眼界。阮這出戲最簡單的，無啥物最炫目的道具，無啥物燈光音響，毋過透過演員的身軀，透過演員的故事講故事的方法，讓因知影講安尼就是會使。就是一個戲劇。阮劇團借戲劇的養分，甲藝術轉變做體驗，建立屬於家己人的交流平台。盡講定拄着困難，有關係樂觀面對，繼續向前行。我們要講的
讯息也在奉上全台湾，奉上全世界。只要他够好，全世界的人拢会来加伊看阮剧团的戏。对家己面向起步，行过每一个关期，阮剧团要甲台湾的文化甲精神要推散到世界各地，梦想的政治嘛对地半圆，要将希望也有正面的力量传送出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亚马逊雨林火烧山的情形继续拖，国际一直甲巴西政府施压。巴西总统伫8月23宣布，会派军队去乌纳拍火。巴西亚马逊河南的野火一直拖烧，浓浓的烟雾一直为松林升起的天顶，让人看了真着急。巴西总统普索纳罗23号总算发表全国演说，表示愿意派出军队为当地时间24号起前去亚马逊河南灭已经拖烧1个月火势。Com relação àqueles que a aceitarem, autorizarei operação de garantia da lei e da ordem, uma verdadeira GLO ambiental. 普索纳罗这项命令的发布，其实是迫于国际施压的结果。法国甲爱尔兰已经请声将未批准甲南美洲国家的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伫24号登场的7大工业国会议中讨论这项议题。芬兰财政部长也呼吁欧盟考虑禁止为巴西进口牛肉。We can say that the Commission is deeply worried. The Amazon is the world's largest rainforest and contains 1/10 of the world's species. That's why we do welcome President Macron's intention to discuss this issue during the G7 meeting. 那面临可能的经济制裁，包括巴西国内以及南美洲国家，23号纷纷发生示威活动，民众批评普索纳罗鼓励土地开发，降低破坏河南生态相关处罚，只想要趁钱，却牺牲地球珍贵资源的环境政策。A Amazônia é nossa, a Amazônia é do mundo, e não do Bolsonaro, e não dessa elite que está aí, né, tentando acabar com a vida, acabar com os índios, acabar com tudo, né? 亚马逊河南是全球上大的河南，讲是地球之喜，其中有60%的面积无伫巴西境内。河南大量烧害，将会严重威胁地球的氧气制造能力甲降雨量，对全球暖化造成进一步威胁。美国总统川普23号也发推文表示，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拍化亚马逊河南的火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有一位英国的热爱骑脚踏车的建筑师，骑出时速将近300公里的速度，创下世界纪录。而且这台脚踏车是用3D 列印的零件所组成的。对镜头远远啊，就能看到2台走真紧的轿车，后边迄台保时捷尾流，今年坎贝尔特别做的脚踏车小林，因的速度更加连摄影镜头强要对袂到。保时捷用真紧的速度拖坎贝尔脚踏车行一段距离了后，就放开，和坎贝尔一人骑过切磋一起，最后是走出每点钟280.55公里的时速。那创下世界纪录，变做历史上骑上紧的男子脚踏车手，嘛拍破1995年荷兰车手洛姆佩伯格每点钟268.831公里时速的旧纪录。You know, we lost 2 days or a good day yesterday of testing, but it sort of repaid us with a stonking great tailwind and with the aerodynamic restrictions of the car. When we have done tests, the car wasn't fast enough at all, but luckily the wind was in our favour and we just able to, well, quite honestly, put 6 or 7 miles an hour on. 也就是讲，保时捷用真紧速度拖脚踏车，放开了后，脚踏车相关速度就开始变慢。那保时捷车尾装的低消风阻，会让降低冲击，在头前做破风的任务。这一切拢爱真足珍贵，嘛无怪坎贝尔在创纪录了后笑讲，保时捷要做车速实验，是爱伫开过了800的风洞中进行。因只要装一个大型的特把会就会驶路。今年45岁坎贝尔对用脚踏车的速度创纪录，其实真实在。除了甲保时捷将顶级车配合，伊的团队嘛研发相关材料。这台破纪录脚踏车都是用3D 列印零件配合部分越野奥多麦配件所制造的。开一班5000欧元，差不多新台票52万2000块。Moving forward, 200 miles an hour. We want to be the first team to go over 200 miles an hour. We want to, in fact, we think we can do 220 plus. 坎贝尔讲，伊团队已经计划5年，希望明年会当去美国犹他州追求更加紧的挑战。若是成功，也超过由美国丹尼斯所保持全球上紧的296公里的纪录。
296个速度，其实就是波音747起飞进前伫跑道速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白鹿风台已经远离气象局伫8点半解除金门陆上警报，不过伫台东山区同款是有豪雨的地步，但继续则回来关心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早起新闻，咱再会。